弟兄姐妹，我们待会儿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序乐主在圣殿中，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好，那希望以后我们到大堂去的时候，我们也是不要让只有诗班唱，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主在圣殿中。那今天我们的敬拜诗歌呢，我们要唱2遍，然后回应诗歌呢唱1.5遍，就是第一遍唱完以后，我们副歌唱1遍。那我们请预备心，请注意一下你的手机是不是已经调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现在就要开始了，请预备心，请续乐。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神啊，我要赞美你。我们反复唱2次。天属你，地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世界属你，是你建立，神啊，我要赞美你。人们属你，是你所定，神啊，我要赞美你。公义属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成为你的儿女，恳求你借你的恩典，使认识你、爱你、服侍你，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求你加添给我力量，使我能够更加的爱人如己。求你洁净我的罪污，做我生命中的主，按你的心意改变我。恳求圣灵充满我，让我全心敬拜赞美你，使我成为恩典与真理的器皿。求你使用我，带领他人来跟从主。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24章14到24节。约书亚记24章14到24节，刘思慧来为大家诵读。约书亚记24章14到2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现在请我们牧师来讲道，全家就是上帝的家。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做礼拜。可以一起来做礼拜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哈。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在
直播跟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崇拜，但是我们的现场当中也来了一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是很美好的事情。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礼拜的当中，我们彼此有分享，彼此有祷告，彼此有互动，这些都是好的。那当然我们要感谢上帝是给我们的执政官员，还有我们的政府首长，他们有智慧聪明，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关于我们的卫生环境的这些的官员，他们真的尽心摆上，让我们的台湾有好几次都挂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心里面可以稍稍有一点感觉上平安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也常常为我们的国家跟百姓来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算是蛮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要持守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也期待为我们的百姓来代求。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国家、土地、百姓都能够更大的平安。那今天原本应该是有圣餐主日，那因为我们还是用直播的方式，而且疫情也还没有完全的过去，所以我们还是暂时这个月稍微是暂停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圣餐礼拜还是暂停的情况。所以我们等到6月份以后，如果我们的正式的崇拜已经可以实体的聚会了，那我们再来做这样的一个预备。我相信，虽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实体的领圣餐，但是圣餐里面所代表的意义，还是要时常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的圣体与宝血，代表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一体的。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团体成为一体。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全家就是上帝的家"。虽然有一个那个超商的那个广告是全家就是你家，但是我们希望全家就是上帝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庭要成为上帝的家，我们的家要成为上帝的居所。愿上帝祝福我们。那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笑笑就好了，不要太介意各位知道有时候男生会比较这个节省，或者是说比较这个不会去太多的花钱，其实也不一定嘛就是有的人他会比较节省的，像有时候我们家太太就会说我比较这个太过节省，希望我可以给他多一些的零用钱所以上帝帮助我然后这个有一个男生他就这样讲，他说他就跟他的太太讲说，我放在床底下那双鞋子跑去哪里了？然后他的太太就说我拿去丢了然后这个先生就说，哎呀，这个现在赚钱不容易这个老鞋子虽然是老了，但是它还是很好用的，不要把它拿去丢掉。这个我们要做人要节省好好的这个要节省你的零用钱，好好的节省这些费用。好，然后他说，那你这个鞋子丢到哪里？我去把它拿回来。结果他太太说不用了，因为里面的钱我已经把它拿出来了对，私房钱所以那个男生以后要记得要藏私房钱，要自己要藏好对，不过当然理财是一个智慧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去理财。因为以前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说，当你不理财的时候，以后财就不理你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使用上帝给我们的金钱，好好的去来使用上帝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虽然我们是这个在网络上的崇拜，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的有这样的一个读经的时间所以我们请举起圣经，我们一起用这一节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拿起圣经来读，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圣经可能放在书柜里面很久的时间，我们很少拿下来读上帝帮助我们，透过我们在居家检疫或者是在居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把上帝的话能够拿出来读。最近我收到一个图片但我觉得有点激励，就是激励我的心了他说人生再怎么惨还是要加油的。所以这个车虽然它看起来已经是这个迷迷冒冒已经是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太好看了，但是它还是可以跑，它还是要加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人生也是这样，有时候即使我们再怎么惨，再怎么糟糕，
但是人生还是要加油。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许多事情，也许我们不能照我们的方式，不能照我们所想的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人生还是要加油的。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时刻也为自己加油。最近有一个笑话也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如果我们去那个加油站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可以得到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加油的时间，而且还会有人告诉你，问你说，要加油哦，人生要加油。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虽然是人生有一些也许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仍然要把握时间，要来加油啊。好，那当然疫情也给我们有一些新的学习，特别在苦难的当中，也让我们学习一些的新的功课。也许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改变跟调整，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灾难当中也能够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些新的调整跟面对。特别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去持守的跟小心注意的。好，我们来看这5样哈，这是有一个弟兄他的漫画，但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第一个，我们要做好的对策，但不要失去内心的平安跟平静。上帝帮助我们，也许环境不如我们想象中或期待中的样式，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不摇动。在诗篇里面常常提到说，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动摇。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危险跟患难的当中，我们仍然心不摇动，仍然持守上帝的话。那第二个，当然我们不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好像很多事情就不再去进行了。我们还是要去仍然可以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实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或者是在荧幕上面，我们可以在这里参加崇拜。所以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读经、祷告，或甚至包括我们的关怀、代祷，还有这些的交流，都可以透过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做新的调整。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虽然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去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的方式来做一些新的调整。那第三个也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就是很多人会怪罪或是责怪说这个病毒或者是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甚至有人可能会这样说，就是这是上帝的惩罚，上帝的一个降罚在人的当中。其实我们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每一个灾难，因为这并不是我们上帝的心意，上帝是乐意人能够得平安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把罪归到这是因为什么人犯了罪，或是什么人做得不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用责备的语气，或是用责备的方式去怪罪一些的事情。那第四个，当然我们在患难的当中还是要显出爱心，在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帮助，让我们能够显出发挥这样的爱心，我们能够学习够用就好，然后把一些有需要的东西可以供应在有需要的人身上。那当然最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在患难中我们仍要指引一些在黑暗当中的人一个方向跟目标，就是我们要仰望基督，而不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受影响。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这5个提醒，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很平顺的能够来经过。上帝祝福我们。当然路越黑，上帝的手牵得越紧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天黑了，或者是这个状况不好的时候，好像上帝就离开我们。上帝并没有离开，上帝没有离弃所以诗篇里面这样的提醒，他说他在我们所行的路上要保护我们。所以也许这个外面的路是很黑暗的，但是神的手会握得我们越紧所以上帝绝不撇下，也不丢弃。所以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样即使在天黑的时候、路黑的时候，上帝的手仍然是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行愿上帝祝福我们。那当然也趁着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回到家庭的里面，让我们跟家人有更多的互动。所以当然在家也是一个抗疫跟防疫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堡垒所以虽然有一些不太方便，我们也许不太有机会可以再出去玩，或者是有机会可以多一些的接触，但是回到家里面，让家庭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这样的一个堡垒，保护我们的家人，也保护我们心爱的人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提醒，虽然是在家里面也许不是那么样的像过去那样的一个自由释放，但是我们能够开始关注到回到家里面跟我们家人的互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在环境当中，也许有很多我们无法掌握的，但是上帝仍然掌握一切，上帝仍然掌权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会注意到，就是人家的事业的成功，包括我们会注意到我们今天的主人翁这个人，这个约书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这个在事业上很成功的人。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当摩西过世之后，他把任务交给了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把这个迦南地给吃下来，所以在理论上他是一个事业相当成功的人哈。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话，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不但是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而且让以色列人在那里享受平安。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23章的第1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哈，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约书亚他的一生，他投入在他的工作上，他在他的工作相当的勤奋，以至于他的事业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但是各位，我们可能也常常听过有一句话讲，叫做事业的成功弥补不了家庭的失败。但是很感谢上帝，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约书亚他虽然在事业上是成功的，但是他也没有忽略他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他不单是事业的成功，他在家庭也是成功的。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圣经15节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在家庭礼拜的时候会鼓励弟兄姐妹会读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15节的地方，这节圣经我们一起念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这里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话容易做吗？不容易，对不对？我刚刚提到了，有人可能事业是相当成功的，但是你要在家里面经营的时候，不见得是那么样的成功。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照着我们的方式，但是我们的孩子不一定会照我们的方式。有时候我们希望太太要听话一点，照我的期待，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你能够做得到这样。有时候我们希望先生你要乖一点在家里面，可是也许他觉得兄弟比较重要，所以我到外面去跟兄弟喝酒比在家里面更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想到说，也许我们事业上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的家庭要能够成功，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相当的重要，是他说约书亚可以保证说，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也许他无法去掌握别人能不能信上帝，也许他不能掌握说别人可不可以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但是他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书亚不但是在事业上成功，他在他的家庭里面也是成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不一定会成为叫做我们所期待中的样式，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上帝的方式，怎么样在家庭当中把这样的美好带到家庭的里面。我们基督徒其实跟别人一样跟世上的人都一样，千万不要觉得基督徒就一定是家庭幸福美满，或者是家庭好像一切都没有问题，其实不是啊。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即使我们碰到这些的难处跟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放弃的，我们是要去解决问题的。我们的上帝是解决问题的上帝，他不是一个放弃的上帝。听得懂意思吗？我们的上帝是解决问题的，所以当我们人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同样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并不是叫做没有问题的，而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我怎么去解决我的家庭的问题，而不是让它放着烂了，或者是让它去不管了，或甚至最快的方式就是离婚就算了。很多人选择是快的方式，但是不见得是一个好的或是对的方式。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看成是一个信仰上一个重要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圣经里面，在约书亚记的23章的地方6到7节，约书亚他在治理他的工作上面的时候，他要求这些的
以色列人他们要谨守上帝的话。当然要求以色列人谨守上帝的话，在他那个世代里面也许还可以，但是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他们在后面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偏离上帝，当他们越来越生活上越好的时候，他们就远离了上帝。但是约书亚仍然不放弃提醒他的百姓，提醒他的这些的以色列人能够注意到说，我们需要去持守上帝的话。也许我们不一定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可以做得很好，但是要持守上帝的话，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来看约书亚记23章6到7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我们一起念来。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书亚提醒他的这些的百姓，提醒他的这些的人民，不要去拜这些地方的偶像跟神明，要持守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但是试探跟诱惑其实是极大的，让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事情不是我们期待想象中的这样。但是持守上帝的话，这是避免我们去这样的偏离跟得罪上帝的做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常常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能够常常来遵守。有一个牧师叫提姆凯勒，这个我们可能常常在好消息频道会看到这个人他的一个分享。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一般的宗教信仰是我遵守了教条，所以上帝悦纳我。但是基督教信仰并不是这样，基督教信仰是我们已经被上帝接纳，所以我们应该要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遵守律法不是要求，遵守律法是因为我们已经被上帝爱了，我们已经被上帝接纳，所以我们理当这样去遵守他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遵守上帝的话很辛苦，很不好做，因为上帝的律法很多，因为我们以为说是我们要遵守这些的律法，以至于上帝才会悦纳跟喜欢我。其实我们已经得着上帝的悦纳跟喜欢，因为我们得到悦纳跟喜欢，所以我们应当要去遵守他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般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是用律法来得着上帝的喜欢，但是基督教信仰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得着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应当这样活，应当这样做，来跟随他，来顺服他。所以这是我们跟别人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读圣经当作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因为圣经不好读，所以以至于我们读起来好像在读律法一样。但是事实上，上帝要我们读他的话语，是让我们能够顺服他的话，并且看到我们已经得到他的悦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说我要用我的行为或是用遵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欢。其实上帝早就已经悦纳我们，已经接纳我们，并且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跟随他的脚中行，跟随上帝的话语是蒙福的。前天我在跟我们的社青在分享的时候，我分享到有一个属灵的前辈叫做尼拓生，他就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奉献不是牺牲，他说奉献是一种提升。奉献并不是我们要牺牲金钱，好像觉得我要舍一些钱给上帝。奉献是一个提升，让我们提升到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地位，以至于我们能够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遵守上帝的话，不是因为要得上帝的喜欢，而是上帝已经喜欢接纳我们，以至于我们应当要遵守他的话。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能够看到约书亚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在你的信仰上面在持守上帝的话语。我们来念一下23节，今天经文2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我们一起念来。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约书亚他不是只有教导这些以色列人要这样做，他在他的家庭里面应该也是这样实做的。他要教导他的儿女，他要教导他的家里的人，要能够遵守跟遵行上帝的话，除掉一切的偶像，能够来遵守上帝的话。所以家庭的教育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教育，也是一个信仰的教育。我们的信仰怎么样能够实作在生活当中？其实透过我们在家庭的教育，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很多人会去忽略我们现在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那因为我们现在是5月份的时间，各位知道5月有一个重要的节日，知道吗？5月是母亲节，对不对？那8月也是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父亲节嘛啊。所以牧师很希望说，我们在5月跟8月的时候，我们让这一年度里面5月跟8月能够成为一个叫做家庭月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内容会 focus 在家庭当中，你怎么样去实践你的家庭的宗教的教育。好，那特别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话哈，这里是这个有一个清教徒的这个文摘里面我截录的一个话，他说，当家庭没有良好的纪律的时候，其他团体的纪律也会很糟糕的。所以我们期待社会能够更好，或是我们期待我们的社会能够走在一个好的方向，其实我们不要忽略家庭的教育。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家庭的教育交给了学校，交给了别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家庭教育其实应该是父母亲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教育。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没有礼貌，或者是没有这个好好去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这个孩子叫做没有家教。意思是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没有教你这些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学校，交给了教会，以至于我们忽略了我们应该在家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教育。有时候我跟我们家师母会就是闲暇的时候，我们会出去餐厅吃饭哈。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吃到饱的一个餐厅，一个那个牛排店，然后我们去点了餐。那各位知道，去这种吃到饱的餐厅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看到那种人性的那种事情哈。有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父亲，他带着他2个孩子，然后在餐厅里面，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all you can eat，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没有限制的时候，那个人的贪心就会出现。我就看到那个父亲，他就在舀汤的时候，他就拿了碗，然后把里面的料全部捞起来，汤都留下来，全部捞起来，然后把那个碗弄得尖尖满满的，然后带着他的孩子去取这些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事情，是因为父亲的教育是这样，所以他的孩子也跟着学。所以当这个孩子要吃甜点的时候，他去那个冰箱里面要拿冰棒或是要拿冰淇淋的时候，他一直在里面捞。他一直要捞他想要的东西，他不要去选择说，上面有的东西他自己选就好了。他一直往底下捞，然后把一些那个冰淇淋把它弄乱了。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父亲的教育对孩子是一个多重要的一个教育。当你没有告诉你的孩子你怎么去珍惜这些的食物的时候，甚至搞不好你的动作已经污染到这些的食物，让别人不好取，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社会的纪律，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状况，其实要从家庭的教育开始去培养起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们需要在家庭中就要做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家庭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心意，上帝乐意把婚姻跟家庭看重，所以上帝在创世纪里面，亚当跟夏娃他们建立的家庭当中，上帝就透过家庭的建立来祝福他们。所以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上帝在这个人的心意，在人的世界里面，透过家庭来祝福在人的身上，祝福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来治理这地，以至于让家庭的功能能够这样的发挥。所以家庭是上帝的一个起初的心意，在他的这个计划的当中，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在家庭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好让我们能够注意到怎么样在家庭当中去实践跟实作。好，所以面对家庭各样的问题，刚刚提到了基督徒的家庭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会遇到各样的事情，我们都会遇到各样的问题，但是
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你可以选择在那里抱怨，你可以有很多时间在那里责备家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把这个时间拿来献上你的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人来献上祷告，不是只有去责备家人或是家庭说，哎，你这个做得不好，那个不好。有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为家人祷告，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跟家人有美好的沟通。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个短片，一个影片，让我觉得心里面感觉到我们确实是需要学习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沟通。他那个短片是这样，他去请3组不同的孩子跟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让他们来做一个对比，就是让他们去讲出他们心里的感受。结果你就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父母亲的看法跟孩子的看法很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孩子，他这样说，他说我很希望我将来要去念复兴美工，他希望说他要去念的学校是这个有关美术的部分，但是他的母亲给他的压力是，你应该要去念师大附中这种比较好的学校，所以他们2个的沟通是没有交集的，所以以至于他们在沟通上面常常出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去听到对方的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祷告是让我们可以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下，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别人的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判断来去判断说，他应该要这样，或是当别人的上帝。特别我们当父母亲的人，会常常容易想要当孩子的上帝。我希望你要这样做，我希望你要那样做，但是我们却没有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去发挥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时间抱怨家人，抱怨我们的孩子，抱怨家庭的问题，抱怨你的先生，抱怨你的太太。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可以透过这个时间来为你的家人来祷告。所以让爱住进我们的家里面，让祝福可以进到我们的家庭当中。上帝帮助我们在爱的里面，让我们彼此的包容跟沟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家庭当中美好的祝福。上帝乐意爱能够住到家里面，乐意祝福能够住进家里面。所以以西结书里面提到说，在上帝的羊圈里面，在上帝的羊圈里面是那样的美好，上帝的家里面是这样的蒙福的。在上帝的家里面，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用爱来彼此互动，用爱来彼此交通，而不是用胁迫，不是用要求，不是强迫的方式。让我们更多能够学习用爱的方式在处理家庭当中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有很多人会在家里面的客厅里面会有这样的一块匾额，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自己想要做主，而不是让基督来做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放那个匾额在家里面，但是那是放着好看的，我还是自己想要做自己的主。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顺服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以至于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些事情，或是我自己要去做一些的判断。有一次我以前在台北，还在台北卫理堂的时候，那我们是派在一个地方宿舍里面，那个宿舍是一个2层楼的地方，一栋公寓，一栋很高的公寓。那我们是住在2楼的地方。各位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主，常常会有一些意外会发生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这样就好了，可是事实上上帝会发生一些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需要谦卑下来的地方。我跟师母我们住在2楼的那个公寓的里面，然后因为这个房东租给我们的时候没有窗帘，所以各位知道刚刚讲说男生很容易要省钱，为了要省钱不要花钱，所以很容易就不想去做一些的这个装潢，或是做一些的那个整理。那时候师母就提醒我，她说我们的窗户那个窗帘是没有窗帘的，这样人家很容易会看到我们。我那时候并没有理睬他的话，我说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把这个钱省下来，不必要花这个钱的。我以为说我们是在公寓的2楼，不会有人会去看到我们的这个家里的情况。结果没有想到，真的有一天有修那个水电的工人从楼上这样爬下来，然后到我们家的那个阳台的地方，然后就看着我们的家里面的客厅的那个情况，然后刚好我也看到他在外面的地方。
所以后来我就被提醒了，原来我的太太告诉我这个事情，我需要能够听进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自己判断，自己做主，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就好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听到我们家人的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在家庭当中去听到我们的家人的需要，而不是只有自己做主，不是只有自己要去觉得说，我的判断是没有错误的，就是照这样做，并不是这样。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让基督做主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所以当然我们要把教会带到家庭的里面，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疫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把教会带到家庭的里面，所以把宗教的教育带回到家庭的里面，让教会可以延续在家庭的当中，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到教会里来读圣经祷告，而是让你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地方，做礼拜的地方，让家庭的家人也能够像在教会里面敬拜上帝一样。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希望把教会带进家庭里面，希望教会能够延续，那么我们就要把教会带到家庭的里面来。最近有一个姐妹这样分享，她说他们的家庭活动，因为现在比较少出门去做一些活动，所以她说他们现在的家庭活动就是家人一起聚集，然后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有一些的圣经的分享。她的家人并不是都是基督徒的，但是他们会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姐妹她很聪明的，就是用读经的方式，然后来分享一些这些的家人他们可以在平常碰触得到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读经并不是一定要读得很深，好像觉得好像我们很有智慧，很有知识，很有这些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有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圣经读得很活，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内容的当中。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上帝的话带进到家里面，以至于在家里的氛围能够像在教会的氛围一样。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为儿女祷告，我们就能够少一些的操心。有时候我们常常不太放心我们的孩子在外面的生活。各位知道小朋友最容易改变的时候在什么时候知道吗？开始离开家的时候，比如说已经要上大学离开家，因为不再有爸爸妈妈的管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掌握不到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些什么，所以很多的父母亲会担心，会操心，会想说，我的孩子到外面去，他不知道怎么样，他不晓得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操心，其实我们可以转化成为儿女的祝福，常常为你的儿女祷告，以至于他能够有机会得到你的祝福。他无论在所行的事上，无论在他所做的每件事上，即使在你看不到的时候，他也仍然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我们有一个在嘉义有一个老姐妹，她是一个帕金森症的一个老姐妹，她其实不太能够做事情，但是她常常在家里面为她的儿女祷告。她说有一次她的孙子要去考驾照的时候，她的孙子知道阿嬷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就请阿嬷说，阿嬷，我在考驾照的时候请你为我祷告。那这个阿嬷就说好，你在考驾照的时候我一定为你祷告。结果这个小孙子他去学了驾照，回来的时候考完回来的时候，他得到很好的成绩回来，他第一个回来感谢他的阿嬷说，阿嬷谢谢你为我祷告，让我的今天的考试能够很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够做些什么，但是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子孙来祝福，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当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凡事顺利，让我们能够不需要为他来操心。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学习几个功课。第一个，我们要让上帝的爱充满在家庭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常常是讲爱的。家里面是要讲爱的，不是要讲道理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去跟家里面讲道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却没有去用体贴的方式去感受别人的需要。刚刚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要决定我们的家人或是孩子的未来的方向或是未来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学习去听孩子们在说些什么。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的那个短片让我有一个感动，就是
这个諮商师他让父母亲还有让孩子各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从我的这样的一个说话，去让对方知道感受是什么。所以透过一个我讯息，让父母亲能够了解孩子，也让孩子能够去了解父母亲。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一个在爱的里面去关注到我们的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跟感觉，而不是只有凭着自己的意识来决定事情。好，所以彼得前书4章8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圣经。好，我们一起念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圣经上提醒我们说，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很多时候家庭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一般人会认为家庭应该是一个避风港，或是应该是一个让人感觉到温暖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家庭也是伤害最多的地方，因为家人都很亲密，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对家人就是不太客气的。所以有时候师母会提醒我，她说不要只有对外人客气，但是对自己的家人也是要讲话，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讲话的当中，要能够对外人是客气的，对自己的家人也是要用爱的方式去对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这里提到说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上帝帮助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们，因为在家庭当中可能被要求的很高很多，以至于他们对家庭是没有感受到爱的。上帝帮助我们，家庭有时候也会变成一个伤害的地方。上帝帮助我们，让家庭能够成为一个爱的地方，是一个医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受伤的地方。所以爱从哪里开始？爱要从包容开始。所以靠着上帝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忍耐。当然有时候要忍耐自己的家人不太容易，我们忍耐外人很容易，但是忍耐自己的家人有时候是相对比较困难的。所以这里提到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帮助，让我们能够有爱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这样的包容跟忍耐。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去包容跟接纳，而是让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爱不够的时候，求上帝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爱，能够来包容跟接纳，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家人。第二个，我们可以让上帝的话充满在家里面，充满在我们全家的里面。有一个美国的总统林肯，他这样讲，他说没有圣经我们就不能明辨是非，我相信圣经是神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人也能够成为一个读经的家庭。不一定说我们家人都信主，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读圣经，让我们的家人参与在这个读经的里面，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有一些的想法，可以讲出他们的感受。所以读经的时候不一定是要带来教导的，有时候读经可以做一些的分享，好让读经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快乐跟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读圣经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而且更新蒙福的观念。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从圣经里面得到这样的帮助。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9章10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智慧有聪明，我们就要教导他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去得到这些的帮助。我记得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的教会的辅导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会祷告，你要读诗篇，诗篇可以教你怎么样来祷告，诗篇的话语是很美的，让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来学祷告。但是如果你需要人生的智慧，你需要知道怎么样做，或是你需要有一些聪明的方式，你需要读箴言。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箴言的里面能够学到怎么样来有智慧来面对许多的事情。读箴言真的有人因为这样来信主，我曾经带过一个黑道老大信主，他就是因为读了箴言之后，他说他想要来教会看看，结果他后来就信主了。
所以要相信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但是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来读他的话。所以这个祷告很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的45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读经读不懂的时候，求上帝开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能够读懂他的话语。这是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来帮助2个门徒，当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好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圣经应该是一个有趣的，读圣经应该是一个有趣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痛苦的事情。让读经成为一个家庭的活动，让我们的信仰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互相交通的，而不是只有一个单方面教导的内容。第3个，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让上帝来担心。所以第3个，让祝福的祷告能够充满在全家里面。马丁路德这样说：祷告吧，让上帝来担心。所以不要为自己担心，也不要自己去操心，让上帝来担心。我们把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担心就好了，让上帝来操心，而不是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帝帮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掌权跟掌管我们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所以牧师喜欢看电影，所以跟大家介绍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个基督徒拍的电影。那这个电影叫做《战争之屋》，可能很多人以为说是这个家庭里面发生战争吗？其实不是啊，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黑人的妇女，她的先生是一个军人，然后她在家里面的时候，她每一天要为她的先生祷告，以至于她的房间里面她有一个祷告室。在那里，他为他的先生祷告。他的先生出去外面工作的时候，或是孩子出去外面工作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祷告屋里面为他的家人征战祷告。所以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影响了另外一个家庭，让一个家庭他面临的是先生可能会有外遇的情况，孩子可能出去外面会有一些危险。但是透过这个妈妈在家里面的征战祷告，以至于她的丈夫能够得到保全，他的孩子也能够蒙上帝的祝福。所以要为我们的家人征战祷告，透过在家里面的为我们家人的征战祷告，来看顾跟保守我们的家庭。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征战的地方。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的太太、为孩子来征战祷告。所以祷告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方式，能够影响我们的家人。所以透过祷告，让影响力能够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常常为我们的家人代求，以至于我们的家庭当中能够更加的和谐和睦，更加的美好。上帝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像约书亚一样，不单是事业能够成功，他的家庭也是能够成功的。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约书亚记的这段记录里面来看到，约书亚他不单是带以色列人他们要读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话，他也带他的家人这样来读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话，以至于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稍微控制之后，也许我们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在下一周就预备要开始恢复实体的崇拜。但是恢复实体的崇拜，并不代表我们就要忽略家庭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我们不需要把家庭的教育交给这个别人来处理，而是我们要在家庭当中建立那个好的信仰的教育，让家庭也能够成为教会的延续，让家庭的孩子，让家里面的丈夫或是妻子，也许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透过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为家庭的持守祷告，为家人的这样的一个代求，还有在家庭当中分享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然后透过爱在家庭当中的这样的和睦，以至于全家都能够蒙福。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全家就是上帝的家，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全家都能够成为上帝居住的所在，以至于爱临到家庭当中，上帝的话临到家庭当中，祷告祝福临到家庭的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
所以期待我们在这个月份里面，5月份里面，我们会把我们的讲题比较关注在婚姻家庭的当中。那8月的时候，我们会再有另外一次的把这个婚姻家庭的这样的内容放在这里面。所以期待我们1年能够有2次的时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方向，让家庭的信仰教育也能够成为教会里面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有一个牧师这样说，他说牧养家庭就是牧养教会，牧养教会也是在牧养家庭。所以家庭需要被牧养，教会也需要被牧养。但是当家庭能够被牧养健康的时候，才能够让教会能够健康起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教会都是一样健康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能够把教会带进家庭的里面，让你的祝福临到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疫情的当中，让我们有机会关注到家庭的需要，常常为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家人来代求。施恩看顾我们，让家庭成为上帝蒙福的地方，让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因着我们而蒙到祝福。谢谢你，无论我们家庭当中的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信主的，但是都让我们能够看到他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也需要上帝你的看顾，让我们的全家是上帝掌权的地方，祝福要临到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一个很大疑问就是：全家既然是我家，为什么我拿东西要给钱？好，我们来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主是平安》。我们副歌呢多唱一遍。主是平安，他已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他已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主是平安，主是平安，让有律写给他，因他顾念你。主是平安，主是平安，将有律写给他，因他顾念你。主是平安，主是平安，将有律写给他，因他顾念你。主是平安，主是平安，将有律写给他，因他顾念你。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他。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满有恩典、厚赐丰富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蒙你所赐。愿将我们的全人、全心、一切所有都献给主，为主所用。我们这样诚心的祷告，求主悦纳。这是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的。阿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凡我向主所求，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祝福
或者没有到这边聚会的弟兄姐妹，我就把教会消息全部的报告一遍。今天是复活期的第4主日，欢迎参加聚会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那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本堂实体聚会是否在5月10号，也就下周开始，执事会将在5月6号召开会议，请大家随时注意聚会的消息，更请弟兄姐妹能够耐心的在家里面观看 FB 线上的直播，一同齐心敬拜尊荣我们的上帝。那依照4月3号执事会临时会议他们临时动议的决议呢，如果4月26号没有实体聚会的时候，本堂就不举行母亲节活动。所以呢，因为我们上周也是停止聚会的，所以呢，我们在5月10号即使恢复聚会的话，我们也没有母亲节的活动。那各小组如果要恢复实体聚会的，请小组长呢跟组员你们可以自行来决议。本周4晚上7点30分到8点30分是查经祷告会，有网络线上的直播，查经内容是希伯来书9章15到28节，请上教会的脸书来观看。我们在家里面看这个时候呢，要大声的唱诗，我觉得牧师一个人那边唱诗好 lonely。不过呢，我们借此发现我们牧师很会唱诗歌哦。那如果是停止聚会的小组呢，可以参阅教会提供的灵命日粮、马太福音、天路系列课程，或是由牧师贴文到各小组的灵修课程来领受上帝的话语。那请支持教会网络直播事工以及改变新的教会的牧养方式来祷告，也为我们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的影响来祷告。以下报告一下，如果这个星期你要为有一些代祷事项的话呢，以下有5点。第一个是为中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来祷告，另外呢，为台湾卫理公会北3教区的教会来祷告，他们是还有新竹春湖布道所，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一起来祷告。另外，为了台湾面临2019新冠肺炎疫情，为了我们这块土地及人民一切平安来祷告，也为台湾各级政府及行政官员能够秉公行义，行政效能能够提升，也为我们教会进入55周年，教会能够重回上帝命定的荣耀来祷告。肢体消息呢，我尽称省略。本周和下周呢，林继博传道夫妇是在凤山卫理堂服侍，请为他们出入以及他们的事工一切来代祷。另外为了李安婷姐妹，她5月2号到3号2天的统测，就是昨天和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还有李孝义，就是李盛惠的儿子，6月份有警察考试。另外也为身体不适的美燕、黄清良、百芳姐、张桂满姐、洪淑芬妈妈，还有杨之华、品纯、穆恩、美满的婆婆，还有孙妈妈，还有周雄弟兄身体健康，以及复原来代祷。那请问牧师，好，那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站立，请牧师来祝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将你的慈爱赏赐我们，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蒙恩。谢谢你要透过家庭祝福我们众人，祝福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都一切蒙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有上帝的看顾保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在订阅中为了今天的肢体消息、教会消息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请提出来，牧师要为你祷告。